主后2023年3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的实践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第7章15、19、29节。着封闭假先知，因来恁遮，外表亲像绵羊，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。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，敢会当对刺皮挽葡萄，也是对即个挽无花果。安尼，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。袂结好果子的树，拢着插起来，迄落火。安尼，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。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拢入天国，只有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。伫迄日，有真侪人会对我讲：主啊主啊，阮敢毋是捌奉你的名传信息，捌奉你的名赶鬼，捌奉你的名行真侪神迹。迄时，我会明明对因讲：我拢毋捌恁，恁遮的做歹的人，拢离开我。所以，听我遮的话，搁去实行的人，拢亲像聪明的人，甲厝起伫石磐顶。雨破大水来，风扫冲着厝，厝嘛袂倒，因为起伫石磐顶。听我遮的话，无去实行的人，亲像戆人甲厝起伫山顶。雨破大水来，风扫冲着厝，厝就倒，搁倒甲真厉害。耶稣遮的话讲煞，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，甲因的经学教师无共款。以上，生命的实践力。耶稣的教导充满权威，带出能力。每遍耶稣教导了后，总是带予聆听信息的群众焕然一新的视野。今日阅读的经文，通讲是山上部分的结论，主题聚焦伫生命的实践。树和果子的教导，强调行为对应生命的本质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耶稣讲：着封闭假先知，因来恁遮，外表亲像绵羊，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。指出一个人的内在生命状态，就算外表看起来亲像绵羊，却无法度隐藏内在凶坏豺狼的本性。假先知的生命就亲像表面看起来若像顺服的绵羊，亲像出在人宰割，总是内心其实是亲像豺狼迄般的凶坏残暴，一有机会就会拆你伊所设定勒杀的对象，袂留情。为人为着巴结人，表面上亲像绵羊顺服，真理所会表现诚好的一面，毋过心肝内面并无真正顺服，也无活出疼。真实的信仰是自然流露，搁用生命回应上帝，毋是嘴里不断地讲主啊主啊，却无任何行动，也是互为假先假达，想要扮演属灵的角色，却无属灵的性命。上帝是监察人的内心来辨识真假，毋是根据外表做判断，是真是假，
拢无法度闪过上帝的法眼，因此耶稣才会讲，迄称呼主啊主啊的人，不一定会当进入天国，甚至迄奉主的名传讲上帝的信息，奉主的名赶济济的鬼，行济济神迹的人，也可能受挡伫天国的门外。也有一种人会互挡伫天国门外，是简单会晓听袂晓做的人。因介意听真侪神奇道理，追求知名牧者的讲道，伫听和做之间，好亲像永远无法度产生连结，总是停留伫听的阶段。耶稣老有同话讲。安尼的人，就亲像愚妄的人，因无甲厝的根基去做伫坚固的石盘顶，是甲厝起踮土沙顶。因用追求迅速效率最优先，只求有就好，毋是求品质搁较好。虽然拥有厝的美丽外观，总是袂堪得风吹雨淋甲时间的考验。因一个拄着困难，就倒拍拍放弃，还是逃避。伫网络时代，资讯的连结，互人通快速找找活咱网络世界里的海量资讯。毋过，伫资讯爆炸的网络世界，咱必须留意，观看资讯并无等于拥有知识，因为有真侪造假的信息四界流传，若无经过分辨就听信，恐惊会成做网络的戆人。爱千万小心，毋通互家己和虚拟世界过度连结，却断了甲上帝、甲人、甲万物的真实连结。虚拟世界和表面假装的信仰外衫，拢无法度互人得救进入天国。真正互人有性命、有根基的得救之道，是听见主的话，佮乐意实行。毋单单是用嘴讲，也着用生命见证。拄亲像主耶稣所讲，只有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会默想我生命真实的状态是啥款。我生命真实的状态是啥款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你期待我的性命是有根有基。亲像建立伫石盘顶，会堪得风吹雨淋。求你互我的信仰坚固若石盘，引导我明白你的旨意，佮努力实践你的话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